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3天，前线爆发171次战斗，俄军损失新增1100人。库尔斯克前线乌军战机摧毁俄军无人机操作员基地以及弹药库，乌军继续向特德金诺推进，无人机还袭击该地区的俄军基地，在库尔斯克苏梅战线挫败俄军13次进攻，俄军实施8轮空袭，基本上都被乌军拦截。俄罗斯的军事频道称乌克兰的侦察与破坏小组已从哈萨克斯坦渗入到了奥伦堡一带，社交平台上也传出无人机在俄军战略导弹部队基地附近飞行的画面。视频中这一片已经飘起了白烟，拍摄者还在远处听到了许多巨响，很快画面中断，也有可能是受到了爆炸的冲击波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地距离乌克兰已超过1000公里。作为俄罗斯在欧亚交界处的重要区域，奥伦堡同样拥有俄军的战略，这让外界纷纷猜测乌军是否又准备发起蛛网行动。6月20日凌晨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别尔格莱德州的罗戈瓦托耶镇的军事基地，造成2名俄军士兵死亡，11人受伤。而地方当局最初声称该地区一处农业设施受损，也就是乌军无人机夜袭别尔格莱德州的这个军事基地这个打击的结果出来了，就是2死11伤。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罗斯托夫州的阿特拉斯储备设施，该设施隶属于俄罗斯国家储备体系，阿特拉斯负责存储并供应燃料、润滑油、食品及技术装备等战略物资。卫星火灾监测系统已观测到火情。6月23日，俄罗斯于昨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超过25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据乌克兰空军司令部通报，本次空袭中，俄方共发射16枚导弹与超过30架自杀式无人机。尽管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仍有数枚导弹突破拦截网，击中居民区与公共基础设施。爆炸发生于凌晨2点左右，造成基辅舍普琴科区一栋高层住宅部分倒塌。紧急服务部门在废墟中搜救出10人，并证实至少有7人死亡，另有多人重伤。泽连斯基在京城的讲话中表示，这不是战争，这是恐怖主义。俄罗斯正将伊朗无人机朝鲜继续变成压迫乌克兰民众的工具，我们需要更多防空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孩子。此次袭击发生在乌克兰与国际盟友筹备新一轮援助计划之际，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俄罗斯试图制造心理恐慌、扰乱内政的战略行动。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说我们不会只是被动防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表示，我们不会只是停留在被动防御上，因为那样毫无收获，最终还是会导致我们撤退、人员伤亡、失去领土。他指出，我们会在敌人防线薄弱处发起进攻，正因如此，我们建立并扩编了突击部队，这些是专门的部队和团，自库尔斯克行动开始时组建，如今几乎活跃在所有的前线困难地区。谢尔斯基补充道，我们有扩充这些部队的计划和设想，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顺利推进这些改革。这个谢尔斯基在他的公开讲话中还强调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已奏效，接下来会继续加深对俄罗斯攻击行动的规模和深度。乌克兰只会攻击军事目标，并说这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同时这个谢尔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意外透露乌军在准备反攻。谢尔斯基表示乌军在重组，弹道导弹已经测试成功，弹药在准备。他认为对方在乌军连续打击下，军用物资生产受阻，前线物资运输困难，有利于乌军的反攻。所以说结合这个谢尔斯基的说法乌军恐怕也在酝酿对俄军的这种反击在前线薄弱环节以及俄罗斯的纵深地区都要进行打击。这个俄军说要发动这个夏季攻势，目前看是很难取得效果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25年6月23日发布的战况
通报指出，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在战场上的人员与装备损失已达到空前规模。根据报告，俄方自战争爆发至今共计损失1012500名军人，仅过去24小时内就新增伤亡1010人，显示当前战事仍极为激烈。除人员损失外，俄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损耗亦极为严重。根据乌方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共损失10965辆坦克、22872辆装甲车、52861辆运输车辆以及油料车。此外，俄军还被摧毁29490门各种类型的火炮、1423套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1188套防空系统。在空中力量方面，俄罗斯损失416架军用飞机与337架直升机，另有多达41717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失效。在海军方面，俄方共损失28艘舰艇以及小型船只，以及1艘潜艇。乌克兰军方强调这一连串高昂代价凸显俄方在持久战中资源压力与战略困境。虽然俄罗斯官方并未证实上述数据，但这些数字为国际社会了解战场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目前，乌克兰方面表示将继续坚持抵抗，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其军事与人道援助，助力维护国家主权与地区稳定。前2天也就是6月20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说整个乌克兰都是我们的，并且他还说凡是俄军踏足之处皆属俄罗斯。对此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部长都进行了严厉的回应和反击。泽连斯基严厉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整个乌克兰输入俄罗斯的言论，强调乌克兰不会对任何领土主张让步。泽连斯基说我们将为每一只俄罗斯占领者的脚配上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泽连斯基指出普京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思想影响，其吞并乌克兰的野心并非始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或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其政治理念中。他警告称克里姆林宫对其他前苏联国家也抱有类似野心，区域安全正面临严峻威胁。这个是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可以说普京驮人的狮子是明摆着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他说在普京今天所有疯狂言论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俄军之脚的那一句。事实上，俄军脚步所到之处只带来死亡、毁灭和荒芜。普京根本不在乎俄罗斯士兵或是他们被乌克兰无人机炸碎了双脚，他是自己国家人民的大屠杀者。在乌克兰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中，他已让100万俄罗斯士兵丧命，却未达成任何战略目标。100万士兵，200万双脚。西比哈指责普京的言论冷血无耻，完全无视美国等国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这个主席台上跟记者侃侃而谈的时候，下面坐着很多曾经被俄罗斯的士兵这双脚踏过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所谓贵宾。他们听到普京说这话的时候，居然还鼓掌。鼓掌是几个意思是嫌自己的领土被别人占少了，还是普京说的就是对我想当天非俄罗斯籍的人参会的人应该感到羞愧、痛心、愤怒，对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很遗憾我看到了很多谄媚的奴才的脸，对普京是卑躬屈膝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欧盟代表说欧盟向乌提供炮弹倡议已完成80%。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00万枚炮弹的倡议已经完成80%。卡拉斯在布鲁塞尔欧盟外长会议前称，弹药倡议80%已经完成，但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在今年年底前达到200万枚炮弹的目标。挪威军工巨头康士伯防务与航空航天公司已在乌克兰设立正式办事处。作为这个纳萨姆斯防空系统的研制方，该公司此前已为乌克兰城市提供防护保护，如今将直接与乌方合作开发新型防空解决方案，
重点领域包括拦截弹生产、海基防御系统及扩大交付能力。也就是挪威的军工巨头啊，直接就在乌克兰设厂。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说啊，2025年对乌克兰的援助将达到挪威 GDP 的 1.5%。在今天访问基辅期间，国防部证实挪威计划额外援助4亿美元，用于购买乌克兰武器，以满足我们国防军的需求。这个挪威啊与乌克兰国防部啊讨论无人机的生产与联合采购、防空、无线电电子、拦截器领域的工业项目。这个挪威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达到它的 GDP 的 1.5%， 目前恐怕是整个欧洲啊最高。所以说挪威是人均援助乌克兰是最多的，挪威是总的啊援助乌克兰的总量，它是排在德国之后是第2。所以说挪威这个国家是不声不响，坚定的支持这个乌克兰。6月2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将于6月23日访问英国。泽连斯基在自己的电报频道上写道：今天在我访问英国期间，我将与我的合作伙伴讨论这个问题，关于我们的防御，这应该成为更强大的联合防御的基础。乌克兰领导人还表示啊，他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期间，将讨论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的新举措。根据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说法啊，他说塞尔维亚正在利用绕行路线向乌克兰出口军事产品。塞尔维亚以组装件的形式向乌克兰运送重型远程系统的弹药，这些弹药在捷克共和国和保加利亚装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塞尔维亚啊，把它的这个弹药啊，还有武器，把它零件啊化整为零啊，运到第三方国家，也就是捷克或者是保加利亚，然后在那儿再去组装，完了之后再送到乌克兰。这个我记得塞尔维亚的总统武西奇啊，应该是5月份刚到莫斯科吃了席，就这么一回来就又援助乌克兰。当然他这不叫援助，他就卖武器啊，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卖武器给乌克兰。大哥的面子是一点都不给，大哥的饭是吃了啊，该拿的也拿了，好处也要了，怎么还卖武器给乌克兰？世风日下啊，大俄的朋友是越来越少啊。唯一的一个朋友啊，或者为数不多的一个朋友，伊朗现在也是摇摇欲坠呀。6月23日，伊朗的一家媒体报道啊，他说伊朗拘捕3名企图实施破坏行动的乌情报人员。伊朗安全部队拘捕了3名计划对伊朗伊斯法罕市一家无人机生产工厂实施破坏活动的乌克兰情报人员。报道称，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发表官方评论，这个不知道真假啊。我倒是觉得乌克兰人如果已经知道了这个无人机生产工厂的坐标啊，那可以把这个发给这个以色列啊，内塔尼亚胡啊，请他帮忙，对吧？来一颗滑翔制导炸弹，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用得着派这个特工跑去搞破坏吗？所以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啊。这伊朗现在是抓红了眼，只要是老外，只要是对吧，不是俄罗斯人，那都有可能是间谍。我倒是觉得伊朗这叫成了惊弓之鸟啊，杯弓蛇影。乌克兰应该把重心啊放在朝鲜身上，对吧？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啊，乌克兰的安全局想办法对朝鲜援助俄罗斯的这些予以打击，对吧？对他的这个轮船，对他的军工厂，对他的这个铁路列车啊，我知道这个难度不小，因为你外国人很难进入朝鲜境内，所以只能在他境外实施，怎么样去伏击。凤凰网报道啊，说近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弗拉基米尔·达旺科夫表示啊，俄罗斯外交部已收到向马斯克提供政治庇护的申请。而俄新社6月20日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啊，他为什么要申请庇护？也许这是个谣言，没有人证实这个消息。这俄罗斯人很有意思啊，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啊，5夫1娃1金这些人现在已经是神经兮兮的，也可能是被德国的那个金牛座啊，叫什么薛定谔的金牛座吓的一个精神失常。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俄罗斯的国家杜马副主席造谣说马斯克要请求向俄罗斯寻求政治庇护，结果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辟谣，你这俩人先通个气呀，这俄罗斯人就这么随意吗？俄罗斯这个塔斯社报道啊，说俄罗斯比尔格莱德州副州长叫鲁斯泰姆扎伊努里因贪污于6月21日被送往省前拘留中心，也就是双规了啊。2名商人和他一起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此举与边境防护设施建设过程中贪污行为有关，也就是修那个反坦克壕啊，这个什么那个三角锥啊，
对吧？战壕就这些防线电报频道提供了类似的数据，报道称初步估计损失金额约为5亿卢布，这笔钱是由于钢筋混凝土产品生产过程中价格上涨和贪污而造成。这些产品用于加固俄乌国境。扎伊努林在比尔格莱德州土地和财产管理方面担任重要职务。这个俄罗斯人呢，这个贪污腐败那是家常便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吧？有多少人因为这个打仗而发财？这也是俄罗斯他那个战时经济很难停下来一个原因也就是他打仗打了将近4年，他的国内一切都是围绕战争，你跟战争有关的你就赚得盆满钵满，对吧？所以他这个战争养成了大批的蛀虫，而这些蛀虫肯定是不希望它停止只有一直打下去，他们才能一直捞下去你战一停，他怎么赚钱？战一停，不仅赚不了钱，很有可能把以前赚的钱还吐出来，可能遭到清算。所以这些蛀虫是不希望停战，也接着打，反正死人也不死他们。什么叫内外交困呢？对吧？国内有这些贪污腐败，然后这个大量的资金浪费掉。这个中国国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发了一个新闻说随着价格下跌，俄罗斯对印度和土耳其的燃料出口激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持续将石油产品出口重心转向亚洲和中东，但5月数据显示，尽管沙特仍是最大买家70万吨其进口量环比下降17%，而印度则大幅加购燃料油，进口量翻倍至60万吨，部分取代乌拉尔原油进口，用作炼产原料。土耳其进口也增长75%至43万吨。由于国际油价在4月至5月大幅下跌，市场对欧佩克加增产的和全球需求放缓的担忧加剧，俄罗斯石油收入大幅缩水。5月石油和天然气预算收入仅65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35%，创2023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这表明，尽管俄罗斯积极寻找新市场，但价格疲软正严重削弱其能源出口收益。你看也就是靠卖石油天然气赚钱越来越难，国内还这样贪污腐败横行。就这个他还要援助伊朗路透社6月23日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周一派外交部长前往莫斯科，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更多帮助。报道是一位资深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将向普京转交哈梅内伊一封信，寻求普京的支持。伊朗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迄今为止，伊朗对俄罗斯的支持并不满意，伊朗希望普京能加大力度支持其对抗以色列和美国。消息人士并未详细说明伊朗希望获得何种援助。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普京表示，针对伊朗的无端侵略行为既无依据也无正当理由。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为伊朗人民提供协助。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伊朗保持着良好可靠的伙伴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阿拉格齐称，德黑兰认为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不具有合法性，伊朗有权采取自卫措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伊朗跑去求俄罗斯给予支持，俄罗斯能给予什么支持呢？两个人一起抱着沉下去而已。俄罗斯在乌克兰，对吧，也被乌克兰耗的也是弹尽粮绝，国内经济一团糟，他还拿什么援助伊朗？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能援助伊朗，对吧？一些石油、天然气。这个伊朗很有可能缺粮食那个俄罗斯可以送点粮食过去。这个乌克兰外交部就袭击伊朗核设施发表声明，伊朗参与了入侵乌克兰的罪行，伊朗政权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无人机和技术，而俄罗斯一直使用这些技术来杀害乌克兰人，并摧毁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为核裁军做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贡献，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程度。乌克兰道义上的权利宣称，消除伊朗的核计划将使中东乃至全世界更加安全。这是乌克兰外交部官方声明，也就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这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没什么好说的不知道黄俄为什么这么支持伊朗搞核武器。当地时间6月23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并未通过情报系统向俄方通报有关筹备打击伊朗的信息。你看俄罗斯人甩锅还是很快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知道，对吧？伊朗被揍了也不能赖我们，这个美国人呢他就没告诉我们。塔斯社当地时间6月2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
沙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8月31日至9月3日对大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乌沙科夫表示，大国届时准备了几项活动。他还补充称对普京来说，如此长时间的对外访问确实非常罕见。在另外一个国家待4天，这个普京是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大家要理解我是特别理解普京，他这在大国待4天，可以说是他这4、5年最放松的4天我可以这么说就这4天他完全可以不用带尿不湿，在大国非常安全，再也不用担心乌克兰人的无人机，对吧？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斩首，也不用担心什么金牛座，对吧？让那个什么绍伊古梅德韦杰夫那些人担心去。迪波老人在大国快活1天是1天，所以他愿意在这待4天。这4天比他在什么地方度假都要滋润，都要轻松放松因为这4年他这神经高度紧张那个核按钮都已经盘出包浆了。这回来他不用带着核按钮，享受一下难忘的4天的这个假期。泽连斯基说他说我们正在目睹俄罗斯领导层的智力持续衰退。这个泽连斯基在与布达诺夫这个见面之后他说我们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欧洲领土准备新的军事行动。他说克里姆林宫没有汲取任何教训，相反，他正在做出更加鲁莽的决定。泽连斯基称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是智力倒退的行为，并警告盟友，这种威胁不再是假设，它正在形成。普京没有能力终止这场战争，他只能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不停加仓下注，直到输光毁灭。这个刚才咱们已经说了这个经过将近4年的战争，俄罗斯国内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集团，或者叫军事既得利益集团。普京想要驾驭这个集团并非易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